新北市三峡的车祸是造成4个人死亡，11个人受伤。这肇事的驾驶嘛，伫咧昨过星期啊，即马刑事调查的部分呢，是会甲资料送去到地检署。律师表示讲，因为无事主的口径，所以是无通去判断到底是刁工还是过失。也那这假口后的部分呢，目前是已经裁准啦，敢若4个人提出申请。三峡车祸，甲人弄着的驾驶，即马宣告死亡。伫刑事侦办的方面，检方敢会当不起诉。目前警方持续咧调查，为现有的事情来理清车祸的原因。伫侦查完成了后，会甲相关的资料函送地检署。警察跟检察官还是会做出一个肇事责任的判断，所以说还是会影响到民事的部分。那用这个肇事责任就会去影响到民事赔偿部分，要赔偿多少钱？这个已经白姓姓余的老阿伯，案发了后拢伫咧治疗，无做笔录。有律师分析，检关键的强词，行为的主动时是挑工的，也是过失，会变甲更较恶认定。嘛，看咧后续的民事求偿，就算环保协会已经得到法院裁准这项假口案，不过专案受牵连的14个人，环保协会敢若协助4个受害者甲家属提出申请。我们善保的服务对象只有到死亡跟重伤而已，所以当时我们就是以这4位他们的损害是多少下去写。动产因为有范围嘛，那就会有影响。规个案件嘛引起社会关注。案发现场学校附近的交通安全，目前已经增设相关的标志甲标线。未来嘛会新增加检索的装置，加进行道的栏杆。虽然路权团体是表示肯定，也是有讲出无够周知的所在。那你如果只是单纯做一个标线的话，它并没有办法造成对于驾驶人有一个警示的效果。你可能透过实体的，比如说改变路型这种的方式，去让那个行人能够获得更好的保护。路权团体建议，现场路型的设计都要改善，互驾驶赛车都要自然减速。另外嘛，呼吁都要强化驾驶赛车骑车的观念，若无适合赛车的，都要淘汰。公司新闻，新北报道。